你知道嗎，親愛的，讓我們一起開始呢一段自我接納同埋心經智慧相融合嘅寧靜旅程。請找一個舒服嘅姿勢，閉上眼睛，我們即將開始。首先，將覺知帶到呼吸上，感受氣息自然地進入，離開身體，無需改變佢，只係觀察。高敏感嘅你，此刻或許能敏銳地覺察到周圍嘅聲音、身體嘅感覺。唔緊要，允許佢哋存在，好似一嚿雲飄過天空。將溫柔嘅注意力收回，放喺心口嘅位置，對自己輕輕地說：此時此刻，我允許自己如是存在。第二部分，自我接納嘅觸碰，將覺知溫柔地掃描全身，感受邊一個部位累積住繃緊、疲倦，或者你曾經唔鍾意嘅部分，將呼吸帶到嗰度，好似一陣暖風輕輕包圍，喺心入邊默念：我接納我的敏感，它是我深度感知世界的天賦。我接納我的疲憊，它提醒我需要休息與關懷。我接納我所有的感受，它們都是我真實的一部分，無需評判好壞，只是承認呢一個係我嘅一部分。我願意以善意擁抱佢。第三部分，心經嘅智慧洗禮。現在，讓我們喺心中輕柔地回響心經嘅核心智慧，隨住呼吸，默念或者感受呢一啲話語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。我們所執着嘅自我形象、擔憂、批判，其本質並非堅固不變，它們如雲彩，來來去去。高敏感所帶來嘅豐富感受與思緒，亦都係如此。我們不與之對抗，而是看透它的流動本性，從中獲得自由。在心中放下呢一句智慧嘅種子，無掛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。慢慢將意識帶到入房間，感受身體同張床嘅接觸，帶住呢一份接納與智慧，輕輕睜開眼睛。親愛嘅高敏感朋友，你獨特嘅神經系統唔係缺陷，而係深刻連接生命與內在宇宙嘅通道。你
值得擁有一個完全接納自己嘅空間。我邀請你由今日起，每日瞓覺前俾自己3分鐘，將個手輕輕放喺心口，重複呢一句溫柔嘅能量咒語。我感受，我存在，我接納，呢一個就係完整嘅我。喺呢一個小小嘅儀式入邊，築起你內在嘅寧靜聖殿。願呢一份接納成為你溫柔嘅力量，你原本就足夠美好。我係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，一個陪你走過黑暗隧道嘅療癒師。太過嘈雜，你係咪成日都覺得世界太過嘈雜，需要一啲屬於自己嘅寧靜時刻？你係咪對聲音、情緒同埋細微之美有着比別人更深嘅感受？我係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，一個陪你走過黑暗隧道嘅療癒師。如果你嘅答案係 yes， 咁呢度可能正係你一直喺度尋找嘅角落。喺呢一個頻道，我哋唔需要多講雜音，只係分享令你內心安靜落嚟嘅內容。關於自我接納、情緒共鳴同埋靈氣嘅冥想，以及點樣喺呢個快節奏嘅世界入邊守護你嘅敏感同埋獨特。呢度冇批判，只有理解同埋陪伴。我邀請你喺呢個星期日早上8點鐘，留俾自己一份安靜嘅禮物，讓每周嘅開始先與自己溫柔相遇。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，我們相約每周日嘅寧靜清晨見。我係海莉，剛剛好療癒你，一個陪你走過黑暗隧道嘅療癒師。拜拜。